继续要来讲医疗纠纷的案件，有袂少是甲麻醉有相关。像2003年，新北市土城的北城病院，护理师煮唔着食，结果新生儿1个死，6个伤。最近这几年来的麻醉的纠纷，大部分发生伫个医美诊所。监察院伫2011年捌来提出，讲台湾是每4万人才分配到一个麻醉科的医师，甲美国、日本的先进国家是差真多。这个麻醉确实是稳重真济，人较袂注意到的风险。来看咱的报道。我不敢想他的未来，谁来告诉我他的未来在哪里？失去那个小孩的那个痛苦，真的太痛了。头一摆生囡仔，老母无欢喜，拢用目屎去洗面。2002年11月29日，伫新北市土城北城妇幼病院，有7个红婴仔和一个姓黄的护理师，伊犯下致命错误，毁掉一生。我们1名的护理人员呢，那么没有把这个药呢弄清楚了，他打了一种叫做肌肉松弛剂。肌肉放松剂，这是麻醉科管者用药，竟然甲红婴仔食使用的 B 型肝炎的疫苗放伫共一个冰箱。姓黄的护理师直接注伫出事较无1礼拜的红婴仔身上，一个囡仔差不多共一个时间砸开，1死6重伤。接话，接话！接话家。去接回来那一刻，在12点11分已经宣布死亡了，死亡原因可能还是心肺衰竭。你不接受他们的道歉吗？不可能呀！在麻醉过程中，肌肉放松剂会互规身躯骨骼肌放松停止运作，配合外科手术的动作。不过北城病院护理师注伫红婴身上，结果引起砸开器官排气，造成危害生命严重后果。如果能够醒过来，那是更好的一件事情。倒伫面床顶的兽医博士何伟忠接受切除子宫的手术，在麻醉过程中出现呼吸无稳定、血氧浓度异常，不过麻醉医师赶快进行插管，一直到第3摆插管失败才去切抢救。不过何伟忠因为脑部无空气，变成植物人，在2012年过身。判决的意义呢，是在给医生的一个警惕。依照统计，麻醉相关的死亡率一直到2016年为止是2%，比目前全世界麻醉相关的死亡率3.4%小可较低。不过过去10年，甲麻醉有关的医疗纠纷一直是排行榜的前几名。在医美诊所发生麻醉医疗纠纷的案件，更加是慢慢超过其他类型的医疗院所。有23岁小姐动下骨的手术，常常无呼吸、心跳，可能是心脏无法度负担麻醉的剂量。了中国出名的网络马道伫进行诊所接受骹腿的抽脂手术，伫做麻醉下了后出现呼吸微弱、面色惨白镜头，还未手术煞就无命。尤其像麻醉或手术当中，其实最怕遇到的，反而不见得是药物的问题，反而是病人有没有什么身体状况，我们没有了解到。他其实可能高血压、糖尿病很久，可是他没有症状。那直到手术的时候，他可能也所有的护理人员或医疗人员问他也说 ：“OK， 我都没有病啊，我都好好的，也不会头痛。”那但事实上状况下，也许如果检查也没检查到他潜在的一些问题。因为在医美手术中，时常用到麻醉剂并部分，也就是俗称的牛铃针。较早因为民众乌白用，5年来造成300人煮了过量来无命。为2015年起，才被列为第4级的管制药品。能够造成中枢神经的抑制，所以它抑制的比较严重的话，会造成呼吸停止。专业的麻醉科医生建议讲，在手术前的评估阶段，要将家己身体状况详细甲执行手术的医生讲，同时彻底了解整个手术过程的细节，甲做麻醉的医疗认领。这是面对这济麻醉科医疗疏失，民众敢讲敢会使自救尔？医政单位的管理问题已经渐渐浮出台面，应该受到检验。